Hello，利嘉閣梁生今日同大家嚟到屏山輕鐵站隔離嘅屋苑芙蓉苑，係一個三房兩廁嘅單位，實用面積689尺。我哋一齊睇下廚房先啦。廚房係一個緊廚，廚櫃保養非常之企理。客廳係一個長方形嘅直廳嚟嘅，飯廳同客廳非常之分離。外接一個非常之大嘅露台。可以睇到翠綠園林景緻。我哋睇一睇呢房，呢間就係第一間客房嚟嘅，業主就將呢間房改咗做趟門。第二間客房，窗台係更加大，窗台係唔計實用面積㗎。呢度就係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個窗台亦都係唔計實用面積嘅，可以諗下有冇其他特別其他嘅用途，可以用盡呢啲空間。呢度就係一個衣櫃位，業主就做咗一個好大嘅到頂衣櫃，收納量非常之充足。主人房洗手間係配備浴缸，係一個明廁有窗嘅。客人洗手間都係有窗嘅，呢邊就係配備一個企缸。芙蓉苑係一個低密度屋苑，係有升降機嘅，交通非常之方便。如果有興趣睇嘅，歡迎聯絡我。